喂，你諗下，而家買樓仲要死衝一線城市，唔好傻啦！近2年，好多人已經靜靜雞將目光移去大灣區嘅思維。中山點解？唔急，聽我慢慢講。首先，以前話中山遠係因為塞車嘛，但而家唔同晒啦。前年2024年，深中通道一通車，由深圳前海揸車過中山，半個鐘頭搞掂，快過你由羅湖去南山。呢條橋唔單止通車，係通咗錢嘛。近2年，中山嘅產業、人流、商場全部翻新，市區條馬路闊咗，高樓密咗，後生仔嘅韶聲多咗，呢啲就係潛力。最重點嚟啦，首付你冇聽錯，喺中山市區，首付3萬到10萬已經有得揀，唔係鄉下啲山歌咯，係真係市區範圍，月供3000到5000蚊，你租一間普通套房都差唔多呢個數啦。供完間屋係自己嘅，將來升咗值，你就知味道。仲有，而家講買樓要講 4.0 住宅，中山呢方面可以話係珠三角做得最好嘅。乜嘢係 4.0？ 就係每戶有個私家空中花園，喺屋企可以種樹、燒烤、曬月光，唔使落樓都似住別墅。你去深圳、廣州睇下，呢種設計貴到飛起。中山就將佢平民化，住得舒服先係贏家。講到生活，中山就真係食神駕到。朝早起身去老字號飲個早茶，蝦餃、燒賣、鳳爪係基本。晏晝行下宣文西路步行街，再斬隻石岐乳鴿，皮脆肉嫩，咬落去嗦一聲，成個口都係幸福。夜晚去河邊大排檔，叫碟脆肉丸，爽到大牙。臨走仲要買幾盒杏仁餅做手信。呢度嘅生活節奏慢過廣州、深圳好多，但開心指數高幾倍。所以話而家嚟中山投資有深中通道嘅紅利，置業有低首付、低月供嘅輕鬆，住得好係 4.0 花園，食得好係一日5餐唔重樣，仲等咩？趁未全線爆升，快啲過嚟睇樓，順便食飯隻乳鴿啦！中山唔係得個講字，係住過食過先知正。